大家好，歡迎透步。咁今次介紹香港大學嘅車站之後，自2018年1月，咁雖然呢個踩咗過咗2年3年8月啦，寫入未來有南港島西線，咁就係講到南港島西線啦嘅終點站啦，未來地標有76個地標嘅位置啦，即係服務時間全部都係6:01或者6:13。之後呢就係個時間啦，之後呢就係電話號碼，之後呢服務計，嗰啲就冇㗎啦。之後呢，最後就最後2.0個字頭，咁之後呢台車之後喺西浦過嚟呢，就喺呢度。然之後去觀塘城。咁好啦，咁今次嘅香港大學站嘅車站只有5個介紹呢個，咁下一集介紹西營盤，咁再見啦，拜拜。